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文说戏。好朋友三国流传民间几千年，歌有半布地有做广告有讲，连台语歌都有唱，无毋对。国情特别变出来，作词作曲家陈和平所创作《三国演义》，这2、3、4、5、6一直写到10、8、千，一拍拢4句连，足艺术。10要讲啥？要讲十面埋伏受重伤，关公有缘未强风，花刀医术真精通。铁骨疗伤谈俏中，关公迄当阵，互花刀甲治疗，是无主巴声呢？毋然呢，艺起紧教咧，手提春秋伫咧看，竟然有法度刮骨疗伤。铁骨另外一种讲法，人讲刮骨，毋过袂使讲挂骨哦，挂骨就举刀仔来挂，字写无共哦。刮骨疗伤的营养，互你感觉看了深深留落印象。毋然敢若关公雕魂嘛足用呢。过来换讲百万军中救阿斗，子龙功夫真正高，单枪匹马拿水流，做军无人挡会牢。哇，水流东流西，无人有法度阻挡。伊安尼百万军中，敢若伊甲阿斗有才调救回来。毋只4句连伫咧讲出名三国雕子龙，一将突出万军中，雕魂。是西蜀的名将，出阵毋捌轻重伤。结果阿斗救回来，老爸要甲掠起来杀，讲你害我险牺牲我的属地。老爸是咧博感情，也是咧博头壳。看戏的人一人一岁，毋过逐日落落就是讲剧情变化，真正互人想袂到。上届想袂到是啥？上届想袂到是千想万想想袂彻。三国真鬼司马懿，争权夺利费心血。到尾有缘无利益，有影看历史、教书、看歌戏、看布袋戏咧，甲咱教示，结头壳争权夺利费心血，到尾有缘无利益。因为三国内底有赵云、有关羽、有张飞、有孔明，即款互人感觉会钦服、会懊恼的角色，咱人做人真忠真义，就爱学关公。因为实情实义，坦白讲，新因虽好。旧难忘，过去曹操对我好，我甲按下。较早大哥上届艰苦的时阵，甲我苦头甲相连，同生同死，这叫做忠义。看戏就爱看这种戏文类意，咱就爱深深落去学习啦。